花市在地新闻，在地人在地情，继续来到南投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现在落雨上已经来泛红，黄色甲红色透蓝的色彩，迄种的美景，游客滚酸笑，讲到亲像肉酥同款。不管是散步，或者是骑铁马，拢有无同的感受，游客是相真翕相。 天气哪来哪冷，日月潭的路上已经开始转红，配合宽潭步道四周围风景，无论是骑铁马，或者是过行散步，拢是真好的选择。在过年前后这段期间，其实是我们这个落雨松变化变色的这个季节特别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游客讲，这风景真水，若来到这，做不忍心水透开，心情都是水。这里风景很好，很美。我们 有上班很累呀，然后看这些风景，感觉那心情放松很多。落雨上开始在咧变色，欢迎游客来到日月潭行行看看咧，享受日月潭的美丽气氛。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